果破亿的话，我们3个会包水饺给大家吃，然后视频帅要还我那100多个巴掌。边站好，心情大好，记给收服完杀青，然后戏即将上演，终于可以轻轻松松做回美丽自在的自己。有请导演跟所有的演员一起，3、2、1。国人民7月19日揭发真相。要谢谢何振东特地友情这个今天来到现场，左边来祝福。然后我今天整个家族的来17个，包含就是电影里面我写的妈妈、爸爸，然后叔叔、姑姑，然后还有表姐、堂姐，所有全来了。游览车包一台吗？对，包来了。然后我看到我阿嬷就快哭了，因为就是在我最失潮、最低落的时候，有一天早上她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我桌上，说人有无限的潜力，千万不要小看自己。然后，所以才激励我想要写作跟写这个剧本这样。会不会担心他们俩看完以后就是更吓到吗？不知道很好奇他们的反应，希望不会。如果破亿的话，我们3个会包水饺给大家吃，然后视频帅要还我那100多个巴掌。好惨的记恨到现在。我觉得其实只要巴掌就够了。真的吗？水饺其实大家应该还好。观众没有想要看这种被凌迟的。不会哦，如果100多个巴掌直播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对，我觉得蛮好看，连续呼这样直播。对，好，破亿我们就来直播。